下来有请唐他和龙狼座带来歌曲《格格啊格格》。遥远的商场承载着厚重的文化，刻字印刷百年流长，使命经典，文化瑰宝，走出山城，走向世界。美丽的草原孕育了英雄的格萨尔，赛马称王，称鹅扬山。长篇史诗，举世无双，中华文明闪耀光芒。得给啊得给，文明的摇篮，优秀的文化在你的传承里发扬光大。得给啊得给，文明的摇篮，优秀的文化在你的传承里